東莞掃黃咧就做咗香港好多份報紙頭版，咁啊大家一路睇嘅時候一路陰陰嘴笑，仲有人咧今朝咧搭緊車嘅時候就話好彩冇我份。香港人係咪淨係識得睇呢啲嘢嘅咧？係咪睇親呢啲新聞淨係識得諗鹹濕嘢嘅咧？我又覺得唔係嘅，咁啊除咗話理解人口大遷徙，睇下百度地圖幾多人咧就係咁湧翻嚟香港之外咧，咪另外一個解困嘅方法就係嘗試去睇翻背後究竟有啲咩喺度權力嘅即係爭鬥啦，嗰個背後嘅係咪有啲咩人咧想就係做啲咩動作啦？我唔係中國專家，呢方面我就幫你解困唔到啦。不過如果你真係本住求知嘅精神，用解困新聞學去睇呢單新聞咧，就真係唔係淨係得鹹濕嘢可以睇到嘅。最基本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東莞咧就鹹濕咗好耐㗎啦。咁點解有咁大班嘅賣淫人口，冇人走去研究下發生啲咩事嘅咧？明明嗰個經濟結構變化咗咁多㗎啦，變咗廿年㗎啦，點解都唔走去研究下，出翻本書，或者甚至乎定期出一個研究去睇下發生咩事咧？嗱，其實喺東歐一路解體嘅時候咧，好多人做相關嘅研究嘅，好多咧就俾人賣咗啦，好多少女咧就俾人無辜地即係搶咗去做呢啲咁嘅即係鹹濕嘢啊、黃色事業嘅。咁呢啲嘢係咪可以揾人正式咁樣做一次學術研究咧？內地唔敢做，咪香港做咯。澳門都唔敢做啊，所以呢個係香港唯一可以即係貢獻下國家嘅一個好重要嘅學術研究嚟嘅。咁肯定好多學者咧就好樂意會去做呢方面嘅相關研究，深入咁樣調查一下。咁啊，第二咧就係，就算由傳媒嘅角度，我哋不嬲都好關注傳媒改革嘅。CCTV 央視俾人鬧到飛起，就話咧點解有咁多點樣揀女仔啊、點樣入房啊嗰啲咁嘅鏡頭咧就影晒出嚟。咁啊冇計嘅，係咪？始終咧都係要即係吸引眼球。咁但係呢種手法係咪值得商榷咧？堂 CCTV 喎，係咪真係要咁樣做咧？係咪喺後邊兜翻一句話，點解仲唔打擊賣淫就叫做可以叫做包翻成個古仔咧？定係其實佢哋自己都要諗翻呢件事咧？網民除咗喪插話 CCTV 自己平時爭上位都可能會用到啲唔同嘅手法嘅時候，係咪不如睇翻成個東南亞、內地、香港處理呢一啲帶黃色新聞手法嘅時候，特別係用偵查式報導嘅時候，條底線應該點樣畫呢？好啦，唔使講到咁深層次嘅，講翻啲輕輕啲嘅層次嘅。東莞人個莞字點解啊？係咪草花頭下邊着完結嗰個完字？其實除咗讀做東莞個莞字，大家常用嘅之外呢，仲有莞爾一笑呢一句成語嘅，咁即係微微地咁笑。咁所以你去到情人節話你今晚莞爾一笑真係好吸引人，起碼你都有翻啲文化修養啊！好啦，唔想咁扮嘢，都仲有啲再直接啲、再簡單啲嘅。喂，東莞你成日去啦啩？成日去嗰啲，知唔知東莞有幾多人口啊？最新調查咧，其實佢係得翻800零萬嘅啫，因為咧原本啱啱過1000萬嘅，但係實在太多工廠就北移啦，去咗柬埔寨啊，去咗惠州啊，或者去咗清遠，咁所以而家人口都得翻800零萬，咁淨係得翻少少嘅輕工業嘅啫。呢啲嘢當係通識，你又知唔知咧？東莞究竟而家發展成點？成日去嗰啲人，除咗去完就即刻走之外，係咪可以認識多翻少少咧？